正在打算或者已經移居大灣區嘅朋友仔，喺揾樓盤嘅時候，唔知你哋有冇發現到一個現象，就係呢度大部分屋苑都唔會附有健身會所嘅設備。所以今日我專登準備咗呢一條影片，同大家比較咗珠海金灣幾間健身室嘅資料。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記住睇到片尾，因為最尾介紹嗰間絕對係性價比之王，唔驚佢執笠之餘，更加唔會俾人 sell。想知道點解？即刻去片就可以揾到答案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Angela 安琪兒。今日會同大家介紹3間位於珠海金灣嘅健身室，次序會由價格高至低咁樣介紹。第一間同大家介紹嘅就係你哋都非常之熟悉嘅247。點解熟悉？因為佢係國際化連鎖品牌，喺香港大家都經常會見到。喺金灣區，佢個地址係喺華發商都 A 區3樓，營業時間當然係24小時。佢嘅器材大約有一半係屬於重力訓練，另外一半就係做 core 核心訓練嘅器材。呢間鋪嘅面積唔算大，我哋去睇嘅時候天氣都唔算熱，但係入到去都覺得空氣唔係好流通。佢嘅優點就係品牌知名度高，全國大約有250間，同埋當然係全天候開放啦。佢嘅賣點就係位於大商場裡面，而且佢24小時開放，比較適合嗰啲工作唔定時、追求靈活自由嘅健身人士。收費方面，佢分開2個選項。第一個計劃係淨係選擇參加內地會籍，以12個月會籍為例，平均每個月就係458蚊。如果參加全球會籍嘅話，同樣以12個月嚟計，每個月平均就係512蚊。之後嘅比較，我淨係會用內地會籍，即係每個月458蚊嚟做一個參考數值。跟住介紹呢一間健身室，個名好有趣，叫做健亦健健身。佢個地址都係喺華發商都，不過唔係我哋平時去有超級市場嗰邊嗰個華發商都，而係喺旁邊遠少少近珊瑚海嗰邊嗰個華發商都。大家留意一下，佢嘅營業時間都係24小時開放㗎。呢一間嘅路線同247比較相似，除咗大家都係24小時開放之外，佢哋嘅面積亦都差唔多，而且大家都係位於商場裡面。呢一間我哋去參觀嘅時候開咗冷氣，所以感覺冇咁翳焗。佢嘅健身器材大約有7成係屬於重力訓練，另外3成就係 core。至於收費方面，我都係以12個月會籍為例，平均每個月係408蚊。大家要留意翻，佢並唔係一間連鎖式經營嘅健身中心。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介紹一間可以稱為性價比之王嘅健身室。呢一間健身中心叫做金悦動健身，相信並唔多朋友仔會認識呢一間健身中心。佢係位於一個叫做鄰里中心嘅地方，地址可以參考翻喺畫面上面嘅資料。點解叫佢做性價比之王？因為佢12個月嘅會籍，維翻每個月都係175蚊。咁樣仲唔止，如果大家喺21日裏面打卡6次嘅話，再送1個月俾你，即係話平均大約每個月161蚊就可以嚟玩健身啦。點解可以咁平？同埋平嘢係咪一定冇好嘢？No no no！依家首先帶大家去睇下佢哋嘅環境。我一入到去有啲 O 嘴，冇諗過佢係咁大咁靚。佢嘅面積係3間裏面最大嘅，一共有2500平方米，整個樓層都係屬於佢哋。室內部分都分開咗2個，依家大家畫面見到嘅只係其中一個。呢個健身室同247一樣，並冇開冷氣，但係佢嘅空氣流通非常之好，因為佢兩邊都係大窗，嗰啲自然風互相對流，真係好正。佢嘅器械大約6成係重力，4成就係 core。因為佢地方大，所以器械種類亦都多好多。大型器械有超過60件，而健身小工具亦都超過100件。佢哋除咗一般器械訓練，仲有一啲免費嘅團體課、Pilates 同埋一啲復康拉伸、拳擊體能訓練等等，亦都一應俱全。佢哋有免費嘅礦泉水飲用，嗰個水機嘅配備係有6級過濾，所以連一啲小節位佢哋一啲都唔馬虎，淨係飲水覺得口寡寡。唔使擔心，佢哋呢度有咖啡師可以幫你沖咖啡，一杯手沖咖啡嘅價錢都只係賣10幾蚊。做完健身買杯咖啡，坐喺呢個休息區嗰度慢慢嘆，真係好寫意。睇完第一個室內部分，跟住落嚟就帶大家睇下佢第2個室內部分。呢個部分主要會做一啲自由搏擊或者打拳等嘅活動。大家睇下佢嘅地方真係好大好開揚，唔使驚人撞人㗎。因為我自己玩過泰拳，所以我對呢一個部分非常之感興趣。特別一提，佢第1部分同第2部分係由一個空中花園連接住，所以嗰度嘅空氣真係好好。做運動嘅時候，直頭有一種身心舒暢嘅感覺。呢個空中花園有咩用？除咗可以俾大家休息一下之外，有一個更加實際嘅作用，就係可以俾大家帶埋狗狗一齊嚟玩啊！呢間健身室係寵物友善嘅地方，室內部分只要狗狗唔進入有器材嘅區域，留喺休息區嗰度自己玩又得。
想呼吸新鮮空氣嘅話，可以出嚟呢一個空中花園。呢個花園有一部分可以曬到太陽，另一部分就唔會曬到太陽。個設計真係非常之細心。正所謂全民運動，所以狗狗都要動起來。跟住落嚟就帶大家睇一睇女士換衫沖涼嘅地方。呢個位亦都俾到好大驚喜我，因為無論環境設計定係衛生狀況，佢比起嗰啲每個月會值過千蚊嘅健身會所，實在不遑多讓。佢裡面有齊儲物櫃、梘液、洗頭水同埋風筒。至於毛巾就需要自己攜帶，我覺得咁樣都比較衛生。點解佢可以做到收費咁平，但係可以提供一個設備齊全、高質素而且好寬敞嘅環境俾你？唔通佢係氹咗你入嚟之後先至慢慢劏？No no no！ 答案就係因為佢哋係同國家合作㗎。因為呢個原因，佢哋嘅選址係喺鄰里中心裡面，政府係免咗佢哋鋪租，所以大大減輕咗成本上面嘅壓力。呢度另一個特點就係佢哋並冇請推銷員，即係 sales，所以絕對唔會有人捉住你唔肯放硬銷叫你簽約。佢哋只係請咗一啲健身教練，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自己付費請呢啲教練幫你跟進你嘅情況，收費亦都非常清晰，大家亦都可以喺美團嗰度買券。咁佢哋教練嘅質素又會唔會比其他健身會所差㗎？喺入口休息區嗰度已經放晒佢哋教練嘅專業證書，每人擁有啲乜嘢專業資格亦都一目了然。好似呢一位女教練咁樣，佢就係擁有國家二級散打運動員嘅資格，係咪一啲都唔弱呢？今日同大家比較咗3間位於珠海金灣嘅健身室，最後我自己嘅總結就係，如果你唔一定需要去一啲24小時開放嘅健身室嘅話，第3間同國家合作嘅絕對係性價比之王，因為免咗鋪租，營運成本大大減低，經營彈性相對提高。3間裡面佢每個月收嘅會籍費用最少，但係佢俾到最大嘅環境同埋最完善嘅配套俾大家。喺呢度健身仲可以免3個鐘頭嘅停車場費用，所以絕對係性價比之選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你都喜歡呢條影片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仔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